请讲出慈悲，钱到空，问到中。师好，请坐下。咱即摆来讲第15章。主啊，参悟佛道的理，真主啊，为主出文人文学道义啊，真主啊，不是基督永续意。即个足济人咧讲啦，啊嘛实在讲咱听啊真人作诗，拢听啊真作诗。咱过来甲利用一遍啊。孔子就是两句经常的边啊，经常讲起孔子的东西。那么孔子就经常讲参悟佛道的理害者，真主啊，讲为就是讲是啊，是我了解的。有主出去了后，众人就来问经参讲，道理啊，我老师咧甲伊讲魔道理关系咧讲哪有？真主啊，有主基督中恕义，有主的道是讲中恕的，孔子是讲道的体，那么经参是啥？得到道了后，伊就甲讲对道的用，因为知影迄弟子呢，迄弟子甲做好一细念，伊就完全了解。一个方案找到较早的一个上经，一个上书讲一个。那么这个上书呢，伊有哪亲像安尼？伊有一日，伊拢足济人来甲伊问道。这个上师呢，咧问道，受着这咧问道人，伊就甲咱用手，咱用一支纸，甲比啊用，就讲这就是道。这个问道人呢，大家拢有咧感谢，拢知影讲是安尼。有一日，这个上师呢，伫要出外去。伊今年伫新屋边有一个道洞，甲迄道洞讲，师父怎么要出去？若人咧问道人，你该后一搭来。这个道洞讲好啊。一咱出去无几日，一个要来问道。伊讲阮师父出去啦，你要问道呢？伊讲对。伊讲来，我讲互你听倒啊，我讲互你听。所以，这个道场呢，就讲你跪下，我讲互你听。伊有咱做这经验，就讲互你听。有咱就甲比讲，安尼就是道。即摆这个来问道啦，有咱甲感谢，就是。这个道堂呢奇怪，阮老师在讲安就是道，人较感谢。我讲安也是道，人唔好感谢。到底是讲哪回，我嘛唔知影。伊嘛非不同人家讲，伊安尼是啥回？所以较早叫做一致性。咱这个老师呢，叫做集体相信。即摆基地上师转来了后，因问因道堂，讲有人来问道，这个道堂甲讲，有一个人问道，你甲讲怎？伊讲我着甲讲，从这个过程甲讲，我着甲讲，安尼就是道安尼啦。伊听感谢伊出来。这基地上师就从行出来。佫出来，手也无佫出来。
佮问这同事，讲你头拄仔咧比个表方诶，伊即马就甲咱甲比讲，安尼就是倒。啊，这个机器上输啊，叫伊后壁，这个手举一支刀，举一支刀，从啊出出来甲顺伊镜头输当面，镜头发输。啊，这个刀动呢，这个刀动呢，有人就赶紧跪咧甲老师感谢，啊就出去。啊，所以这较早咧传这刀就是咱这个经验。哦，交这徛船只。甲这细船团队团徛船只先生，哦，即咱也听过足济啊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先修以后业，就是安尼。一个透过经典，一个学，一个悟，甲有时呢，你会当了解这都是什么物件，哦，所以孔武主呢也经常讲，我都是一粒关键。所以，一种是孔子呢，传导于精准，并因用术于观之的，是的。我都一以贯之是一力来贯穿万事万物的这个意思。天人间无一见无成有，有无极成太极。太极咱分两气，两气咱分四象，哦，四象咱分八卦，这是本来一只比较简单的。哦，啊，伫无极一个用不三个，如果分两气，啊，对一。所以呢，万事万物拢对一才走出来，所以摕一力来贯穿万事甲万物的这个意思。道是本体只是一力尔，道本体拢是一尔。实在讲呢，咱来到这世间，从是着气并无用，蒙蔽了后，这个心上济啊，这个心上济，所以逐滴出家就爱学，爱了解研究，毋免去学，免去研究，本来。咱大家拢会当了解，所以呢，一本可以上万事，在人生，到底是名书的基础。一本上万事，若要接讲，是名书甲咱点的所在，迄个就是道的副源处。伊不是死的一个窍门，这个遐咱讲，遮都是显关窍。啊，咱变正以遐为目标，拢修巧，修行关窍变成一个死的窍门。伊是挂不强的表用，毋过这个所在是咱不强的表用。玄关是伫遐，玄关是伫内面，迄个是一个窍门。这个门字意呢，咱了解。书甲咱指的是一个门字意若真正要指玄关，就是伫内面的用。所以呢，伊主宰一心的言语、甲思想、甲行为。这个玄关窍是主宰着咱一心的言语、甲思想、甲行为。凡是真理，拢是圆融的。真理呢，拢是圆融。毋过呢，大家受到后天的实验，而家也将是显不出伊本来面目。受到这个后天的实验，怎啊甲看无去，显不出咱的。伊本来面目显袂出来，但是咱呢，将这个落入了气物的这个范畴，伊就是受限了。咱来讲迄只
就是先关起来，啊，加落入即个一项名称，安尼伊使用就有限啊。所以咱作者前人、作者前人者，拢讲把县官设做两眼看守的官，安尼咱将从迄个角度做启发。所以一历史可以贯穿万事万物，放诸四海而皆准。咱若当做启，甲用做启发，伊作用就有限啊，作用就有限。所以这个一历史可以贯穿万事万物的。所以咱看下、看研究，咱看了解。因为迄个所在，监管条件、监管自成咧大所在，是放出四海是皆准。前主讲喂，这是前主，得到指点了后，才能开路。根本部分自然很迅速地流露了出内心的感受。也发伫中央孔子讲花啊，得先至宽泛落英，又是字。花啊，得先至宽泛落英，又是字。那么孔圣颜如主呢，伫《论语》内面有讲，颜渊为人，孔子讲。刻意互你为人，你是刻意互你天下为人。你的核心若我着压力无关，你的自性本体就走袂出来。颜如主听着讲，孔子甲讲，你是刻意互你天下为人的，伊了解了是观音开的，请问师无？安尼老师到底是要安怎用？伊甲讲，为了事，为了不听，为了言不言，为了不动。四个门拢甲关起来，走得这一点所以咱来了解，迄个是活用，看你安怎甲用，毋是固守伫迄徛遐。所以前主讲，为就是讲我完全了解，只有当什么物件，伊了解什么话。会当意会我当见，文人文学老师拄则人甲你讲的，是啥物呢？是前主即达意中士之中士，伫中央内面即个主士讲，中士为道不完，时阵必是不完有失矣。伊讲中士离开道不完，但是毋是真正的道，真正的道毋是中士。所以条孔武主咧讲的前咧回答的，有一寡出入。而前主咱来讲，就主师咱来讲，中士是为道不完论着，毋是真正的。所以其实这是因在思考，这代表了前主呢，伊完全听从孔子之心法，故他把道之体。转化为道之用，将一道之体，甲转做用事道之用，再表达出来，或者转化甲变出来，以彰显一般天道的人的心境，一般天道这种弟子呢的心境当了解，因为道是以心印心。毋是用讲的知，其他面并以达中达到明心见性的这个境界，因这弟子呢，还未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，就算前主再多甲伊解释，他面也很难体悟，因这人也无法度去完全了解。故以中士两字引导之，所以才用这中士两字来引导。此乃修道明心见性之一少工夫，这个是修道要明心见性日少的工夫，虽不中也不完。虽然讲达到道的真正实境，可是也无完。这样众生比较容易了解，
所以当知影怎样去做，勇士是倒去用，毋是倒去摕。要兄弟姊妹知影去了解，所以也是知影讲应该安怎做。凡事尽自己的本能去做，而且懂得悉心处地，为别人着想，这便是勇士。其实天下之人如果拢会当凡事反求诸己，而且以同理心、将心比心，对待别人。所以呢，姊妹，咱天下间的兄弟姊妹，如果拢会当凡事反求诸己，咱就当以同理心、将心来比心，当交代别人，对待别人，安尼也离开道路远。这天下和谐不太平那么咱安尼做，天下敢会讲不太平？一种心就是人生道生的典路。如果流落到告别绝地，而把不了10念完全放下，就天远的偏心。如果咱大家遇到了咱若当把这个不了到10念完全解放下，实在讲，咱的天心嘛走会出来。咱有关系的心嘛走会出来啦，安尼就叫做有兄弟姊妹咱要了解，慢慢去甲体会，慢慢去甲圣经咧安尼讲，到底咧讲的倒是啥？看较一本书，让人参谋了解这个真理。所以中是天道之本，至善无邪，事是人道之万岁。各地其好，各地其所。所以道之在天下，一地的量之义摕这一本量即万岁，一者是天命，一本者天命之善，万事者就是出善之道。天命之善，即大德之敦化；出善之道，即小德之传流。为其大德之敦化，所以五大无灵在；为其小德之传流，所以五小无量。五大无灵在是万物通体一太极，五小无能化是一物各具一太极。万物各具一太极。处天下无性外之不了，姊妹来讲了解。一物各具一太极，处善之，处善无不在所以咱若真正发挥了这个功夫，将不要去变解放它，其实重视是咱的心灵。重视咱伫咱的心灵，咱就能了解到一贯主要是啥。主啊，阮主之道之义，小人之义，孔子传这个一贯之道真重要。君主甲小人才会分开。君主知影义，小人知影义所以孔子用义理两字来严格区分君主甲小人的不同。天堂甲地狱的不同。为安怎做人，咱心若咱嘛是义的，咱就是安尼。咱心若咱嘛是利人，咱面对就困难。所以是阮将孔子举出义理两字作为君主甲小人的分野，义甲利这两字呢，做出君主甲小人分别。君主之行义，公义也如同小人之监管甲权利，拢是像你若落去君主，就是公义
坚持甲刚毅。那么咱若着伫少年呢，就是知影添钱，啊知影钱管安尼，哦，其实义两字的事，哦，事就是事的两面，因为有义就有利，真正的代志。你若义去拍拼，你一来做，你后日就会走出来。哦，君主虽然不言利，不言利，义在其中，真正。小若个人无讲义，毋过后日你若是道成天外，名留人间，迄义啊比较无啦。所以君主虽然不言利，义在因义的内面。小人虽然贪利忘义。伊个人必然是义理拢无。小人呢，虽然是无讲即个义，啊，无到尾呢，义理拢无去，义拢无去。所以咱来了解，总之，义固然是人之所贵，但是利也是人之所需。义是咱人后日一定爱归倒转来，毋过这利呢，也是咱人有需要啊。伊敢处下，在心中万就之意啊。故孔子曾讲：见利爱顺义，也可以为先人。孔子曾经讲：见到利，咱就爱想着义，袂使干一心拢为着利，无为着义。所以你若是利，为着利啊，你爱想着利，你后日要成。有啊，君主有救书，见得书义，君主有书，但是得着爱上有下无下。世人有利可得，有忘记，伊是咁讲，有利可得，但是袂使忘记了这个义。故君主思急利远利，所以君主的人呢，需要这个义气的顶面，义气的后壁。小人反是重利轻义，学者安可不明辨义，正义心命。学的人，去研究的人，他会使无明辨，无去甲明辨，这个义甲利。无来正咱的心命，所以咱一定了解。孔子咧讲这但拢讲到上咱的心事、咱的行为拢甲咱讲过。第17章，主啊，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以为主先。孔圣人甲讲，见贤见着好，见着好啦。咱来想讲，我无来较拍拼来拍出来安尼。咱见不贤，以为自先呀；见不贤，咱家己爱省着家己，看着爱想法倒转来，我有出来这种是孔子教训随时随地取纳他人的贤德，反省自己的过失。咱若当安尼做。咱无咱袂转去啊，无到这地方唔知转去啊。是的，见贤言就上学，见不贤就是理解。咱真正世间内面，实在讲的，咱拢还无好过。咱好个较歹，咱唔知影嘛，大家拢知。所以见贤言。见不贤，怎样改？怎样感觉讲是安尼无效？可见无人不是老师，无处不是学问。所以咱讲看到安尼，无人不是老师，大家拢是咱的老师。无处不是学问，大家拢是学问。只咱唔去研究呢，大家拢是学问。因为书籍，
行为书写是积极进取的努力。因为呢，因为书写是积极进取的努力，咱好的爱上着对着，歹的咱一定毋通去学。安尼才有进取，有法度通挽倒转来咱的心，挽倒转来。既不是油盐炫富，也不是自暴自弃。咱毋是油盐炫富，毋是讲去到烟筒遐看到迄时啊，才会想要卖东西，也嘛毋是讲自暴自弃，咱嘛袂使看来看中咱家己，袂使放弃咱家己。咱是尧舜人也，以言人也的气概。咱是讲学讲演讲，尧好人也，舜好人也，禹好人也，一款气概。是讲有为者有事。尧舜人也，以言人也的气概。尧舜嘛是人啊，咱嘛是人啊。咱若对后壁传了行，咱后世嘛传人。而自省是消极。会反面检讨，自省的是消极反面检讨，不但不是多言即别人，而是能反将自问，有过一解释。毋是多言即别人，咱是咧即别人，咱是当反将自问，反倒转来该问咱家己，有过一解释，有过错，咱就看见来改。有过无过即加冕的即个含义，无过错是好的，咱来加强勉励咱家己。所以老子就跟咱讲：善人者不善人之师，不善人者善人之师，不贵其师，不爱其主，随地大名。伊讲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。咱若看善人，咱就对安怎做，咱后日成做善人。不善人呢，是善人之主。看到不善人呢，咱摕来看，做咱的资料，咱怎样呢？咱若不贵其师，无尊敬这个善人，也不爱其主，无爱这个主源，随着你有智慧。我哋嘛是着变卖啦，随地大变。伊讲做智慧，毋过你都无想要学啊，无想要研究啊，你袂转去啊，你一定要继续追落。即咱一定要了解，袂使无了解。18集，事无以解，见之不讲，又见不明而已完。即种讲伫咱的家庭内。嘛，咱个人的行为内，所以一本册行讲着，这是孔子甲世间人如何规范父母，咱奉事咱老母、老爸老母，咱一定老爸老母有过错，咱一定来好好安静，好好来反抗。毋过反抗是大人。伊若无要听咱的话，咱袂使夹到脾气，咱一定爱去尊敬伊，毋通违背。伊甲咱创好话，咱袂使怨他。是啥物原因呢？因为咱诚心无够，咱平常做无够，咱才伊袂听咱的话。咱若做有够，你家反抗，伊就听咱的话。这点咱就彻底去领悟。所以一点咱就感觉讲，咱受无够，咱若受有够，袂咱来甲反抗是做毋听啦。是父母是自己生命的根源，自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。不见无主，可见无主，无主是两体，两位一体。父母是咱生命的根源，咱是老爸老母生互咱。生下来，自己是老爸老母生命延续老爸老母生命延续，可见有主无主，有仔囝无仔囝，
是两位一体的物件，所以诸路绝不连做是父母的过错而不顾。咱一定袂使讲，看世大人的过错，大人无去甲反抗，无去甲反省，袂当安尼，必须规范规范规干，咱一定要想办法，较婉转的来甲反抗，来甲干涉，用志诚来感动父母，改过向善。用咱志诚咱的心声，来劝动咱的世大人，互伊会当改过向善。万一父母不肯接受劝诫，万一呢，老爸老母有当时啊，嘛有伊的脾气啊，嘛有伊的心境啊，伊若毋接受咱来劝劝，那只能自责心性无够，咱只能自责咱家己。心性不够，不能感动父母，无法度人感动世大人，绝对不该对父母有所反应，绝对袂使讲你太搞怪，我咧甲你讲你毋听。咱做人的囝袂使安尼讲咱的世大人搞怪固执，咱甲讲伊拢毋听，咱若是讲是咱的心性无够，父母有过，子女之所以。必须劝诫，含有不通父母有不善的艰苦心。父母呢，父母较输，咱来劝诫呢，咱甲劝劝，含有不通父母不善，毋通含咱的世大人继续伫不善当中继续伫引诱。这个艰苦的路线，这个心足艰苦。咱来看咱老爸老母继续咧跋筊啦，继续咧兼修业啦，继续咧啉酒啦，继续咧食槟榔啦，咱一定想办法，毋通互伊陷入这个不善的这个艰苦。因为父母之过虽然并非由子女造成。因为父母的过错，虽然毋是由咱去家造成，假使子女伫倒时不款，不管款状，那就等于子女把父母视为路人。那爸老母有过错，咱袂去家款劝，就等于讲咱做囝人看世大人，哪像路边人做啥？有何真正是可见在？安尼呢，咱若要家劝劝，要安怎讲？伊是咱老爸老母呢，咱会真正有流露出来无？这点一定要做注意，袂使无注意，无注意袂使。老爸老母毋对，咱来想办法来家劝劝，互伊毋通继续毋对的。伊毋听。咱袂使对伊发脾气，袂使对伊发脾气。咱来用足这问题来甲比的，足这问题来甲比的，互伊了解，来了解讲安尼意思。反正世大人做个食薰的啦，食槟榔啦，咱来甲劝劝，毋通食薰，毋通食槟榔，食薰食槟榔。结果呢，足侪人有这苦肠癌，足侪人有鼻癌，咱就来劝劝。等后你知影时阵，迄改行啊，无法度啦。趁钱也有法度，再来改。因为食薰若袂饱，食槟榔嘛袂饱。食薰嘛无营养，食槟榔嘛无营养。咱就要甲讲一寡真正理论，适当去了解，我会感觉。安尼袂使的，我就真袂使。是大人当时啊去跋筊啊，迄高门跋筊啊，去庙前捡跋筊啊，捡伊这笔啊啦，形式伊感觉讲做形式，伊甲讲笔较形式足济，嘛去甲边个也无路用，安怎咱来甲讲，
我了解讲真正好。伊讲你去迄边迄啦，孙孙仔叫你去啦，去孙仔是讲甲阿公活咧，拢会给他钱哦。后日咱孙仔，就活，就阮较早咱老爸阮老母，阮老母绝对袂离开，拢惊讲叫阮老爸去兼活兼。咱伫公厝个底底个拢趁钱，你还去工地啦？阮老爸拢讲，迄个了钱你拢毋知，你拢看咱趁钱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姊妹学到好处足咱这啦。自我19对我有我在我比如讲，讲做甲咱人体会是大人老爸老母牵挂主的心情，咱来了解，是大人看清咱的即个心情，咱来了解，咱来了解即个心情了后，咱是大人，咱着对是大人去甲伊真好，即个经验，咱应该拢体会。我当时咧搬来高雄，我一个搬来高雄，我拢感觉阮老爸老母毋对我咧，阮小弟因拢无伫个，拢伫外口，我着将伊的通书将物件批拢车落来。阮老爸老母讲你若袂想要车讲车落来，正拄有车，免计了钱，后日无你若要搁请一张车，着千外箍咱即阵都咧无钱个，千外箍着趁诚久先车落来，即摆车落来，搁一站伊就落来，咱台湾我为了想办法，是我是大人体会咱囝的即个重心，有无财不玩游游必入风，老爸老母伫个时阵，咱毋通去远，是去远的所在一定要有固定，正交较早无烧声，正的煮粉、淀粉足发达个，个啥物代志，而且坐着飞机坐电话叫的足紧，较早毋是，较早拢用行的，骑马，其实简单，所以咱即个时阵较早无烧声。毋过呢，是大人先，甲较早是大人先，嘛是拢烧声所以咱今仔日是大人较使有简单做伙，一日要叫电话，嘛一礼拜叫一遍，一礼拜要叫电话，嘛10次叫一遍，叫电话当然咧。你有咧食饭无？你身体有安怎无？较常叫电话，安尼是大人大放心，应该，即种的宗旨着，孔圣明教咱人体会父母的即个牵挂，子女的心情，本种因为当时说话的时代背景，这是我们读本种需要了解的问题。因为古代的交通不方便，又无啥物邮件、电话、电信之类，可供私人通讯的设备。当时儒家又把永亲信将看作子女奉事父母的即个代事。咱儒家将即个永亲甲信将看作子女蒙待父母的即个代志，所以较早我听老师朋友在讲恁一个朋友甲讲读大学不好，读中学不好，读小学是有效。讲读大学走上远啦，读中学的走较近啦，读小学伊就无技术，就行船到船做事。即个是有效。因早拢到伫身躯边，小可伫安怎样会当叫伊斗去，即嘛是实的代志阮的厝边一个，伊讲
因逐礼拜拢交囝视讯，拢囝拢徛伫迄个迄电视面头前，交咧讲话，我讲安尼是好毋对啦，毋过呢，咱嘛特别人生有边呢？你若咧艰苦咧抹病，咧急症啊，正因为真诶急症足济啊，心肌梗塞足济啊，巧就巧咧，几轮钟就死足济啊。若人生有边诶，人赶紧家己送病，事实讲私信伫遐知影，你甲讲我真足艰苦咯，伊有法度是等家送病，这一定可以，所以咱要了解，袂使不了解这个真理。咱若就讲去都市，爱是大人我人生有边，无迄个讲咱细厝，我细咱两个阿母抱咧大啦。加细一件是怎大？安尼真好势。这毋是四条无相像，逐个呢，逐个拢相反拢无相像，所以拢是儒家有把雍亲信将道做主咯，奉事父母的大顺咱真拢来。因咱学道人、修道人。应该按从这时段雍亲甲信将，做咱每一个学道人要侍奉老爸老母的这个大事，所以注重父母在不管理，毋是讲不管理了，爱锻炼咱身边，因为父母有时会思念儿女，亦一旦有病离家。路途遥远，不容易回家照顾父母，所以说不能。主就咱讲，弯游的道理说得真正确。弯游即气亲，弯字为义，字为一九定性，况字因所温你的弯游是而且较远啊。当然，日久的定性，要讲大家共老爸老母就较无法度缘分就较疏远去啦，较疏远。所以不为己之私亲不敌，亦向亲之仰望。不但是讲你。咱私亲无法度通去看清，恐惊是大人怀念咱，叫袂记住，叫袂记住。有比如讲的意思是，如果万不利，而必须反映。也该有个一定的地方，亦奉养，保养是大人一旦有事之时，可以通派人去来做的。所以这个情形做这个代志，到这个时阵做这个代志，我伫遐听一个人去咧讲，伊有心的时阵，因老爸去日本就去做兵。从啊死伫海外，伊想讲生啊，保查甫仔共生一个，我就认真做工真一家，培养一个博士，去美国过一个博士。他从我伫美国，从我伫美国上班呢，因老母家一人过来厝，钱拢伫甲夹呢，伫艰苦，因老母。叫电话过来，伊讲伊就咧无闲啦，伊就先看落。艰苦到无法度，因某父甲讲，伊讲你甲我养伊一边啦，找伊较厚的新鲜啦，若该包你包同包有要紧啦，咱无欠钱啊，到有时死，你要死啊！因老母讲一定要看啦，讲我真正无法度通转去啦。你著较养得啦，较处理得啦，叫人就较处理得啦。哇！
到是死啊，嘛袂当转来甲送，啊都死去啊，你甲撞撞了，你小小要撞撞了，安尼都一我这要求甲死啊拢袂当转，袂当转来真生，安尼有几多？这是较少啦，较少嘛是有啊，较少嘛是有啊，所以咱如果在不容易咧，比如这个儒家，咱这高英文在儒家，儒家讲甲较详细，安尼看容易呢，这拢甲咱讲甲足好，我感觉讲足有效，所以咱连看，就要想讲我要安怎做圆满，做一个圆满的一个修道人。虽是讲无法度通成圣成贤，可是我嘛感觉讲，爱想讲我无辜负阮的修道人，无辜负上天，安咱得到学道来修道才有价值。弟兄姊妹，咱一定来好啊去甲想，好啊去甲看，想别人，想咱家己，因为人生的过足紧啊，咱迄来设班过年甲节日已经8月啊，明仔载后1个月，一冬过去2/3啊，佫无几箍就要过过年啊，所以时间都过足紧，光阴如戏也是我一说啊，所以恳求咱在座诸位先贤。咱要讲道理，宣传宣传班，拢爱静着听，静着体会。但讲的是要互人听，对咱好的，咱毋通无听，也毋通有去甲研究，毋通有去甲参谋，有去甲研究，有去甲体会，但对咱有无用。咱的人生伫即个真理的概论下，咱才有价值。若无，咱的人生无价值。人生无简单啦，你来甲想，你甲想，斗相记在对面，无想记在。你若真正袂晓做人，人生无期待，咱今仔日就来讲到遮，咱用等下时间去样看，来参班较侪个参班咧，互咱的前人讲较侪道理互咱听，安尼咱会当了解全世。咱的人生才有价值，嘛才会快乐啊！毋是提钱来开个快乐咧，来啉烧酒，来跋筊，来欢喜，你嘛个快乐咧？几个人是快乐？阮这辈阿伯，你嘛是讲我啉酒足快乐咧？我啉酒偌艰苦咧，阿伯啊，你啉酒艰苦，你要搁啉？我这都逼不得已啊！我唔免紧意思，你是个搞怪的，你是个搞怪的人啊！大家，有当时咧甲想我免，人快乐真正快乐是毋是？咱看经验，修道来听道理，才是真正快乐。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得永远支持。慈悲贤道中，君道中，一起进班，将无量无形三之功与贤道之功，在功，三之功，感谢讲慈悲之功，感谢讲述慈悲之功，君道之功，在功，三之功，感谢讲慈悲之功，感谢讲述慈悲之功。一起持教，将无量无形三之功与贤道之功，在功，三之功，持教贤人之功，持教不贤人之功，颂教贤人之功，君道之功，在功，三之功，持教贤人之功，持教不贤人之功，颂教贤人之功，各位陪审。晚安，好，好。